係啊係啊，？OK。係。我哋日都即係我哋一日都要瞓覺啦，係咪？一世人裏邊起碼1/3嘅時間喺床上度過係嘛？咁即係啲瞓覺係真係影響到我哋嘅方方面面嘅。咁你講下呢個關於睡眠科學？呢個睡眠科學咧就話佢話會睡眠咧就會啟動一個程序咧，就係幫助你休息啊、修復啊同埋充電啊。睡眠嘅程序咧4個唔同階段。第一個階段咧就係介於你清醒同埋睡眠之間，一切都要開始放慢啦，肌肉就嗯軟化啦，心臟同埋呼吸咧就個頻率就慢慢去降低啦。咁嗯我個腦波咧模式就開始發生咗變化啦。咁第二個嗯階段咧就係淺睡期啦。你嘅肌肉更加放鬆啦，心臟同埋呼吸速度繼續減慢，你嘅體溫咧開始下降啦。第三個嗯階段咧就係熟睡嗰時候啦，你嘅心臟同埋呼吸率會達到咧整個睡眠周期最低點，你嘅肌肉咧非常放鬆，想要將你叫醒會有一定嘅難度，有一點嘅難度。呢個階段係優質睡眠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如果呢種狀態嘅睡眠時間唔足咧，你醒嚟嗰時就唔覺得自己有充分嘅休息啦。第四個階段咧就稱為快速動眼期，嗰、個叫做 REM 睡眠期。前三個階段真係屬於非快速動眼期 non-REM 嘅。咁啊嗯嗰個睡眠期咧就喺好多嗯方面啦。REM 啊前三個階段完全相反啦。心跳加速，呼吸速度可能加快，變得不規律啦。眼睛快速移動啦，大腦又開始活躍起嚟。喺 REM 睡眠階段，通常會經歷咗夢境啊，你嘅身體實際上有可能會經歷暫時性嘅四肢癱瘓啦。呢係一種保護措施，避免你嘅身體真地去進行你夢中嘅動作。呢四個嗯，階段會一直循環，直到你醒來。你必係啦。須經歷啊！non-REM 和 REM 嘅睡眠，才能保持一天嘅清醒。係啦，係啦，係啦，所以我哋瞓覺唔係咁簡單喎，其實可能係瞓覺期間咧，我哋身體嘅五臟六腑都係做緊嘢㗎，即係佢係輪流咁樣做嘢，係咯，即係所以你係慢慢慢慢，即係話你要進入一個從淺睡眠階段，慢慢進入新睡眠階段。其實讓 REM 屬於淺睡眠嘅，到咗 REM 先係屬於新睡眠嘅，跟住又轉翻去淺睡眠，又新睡眠，即係一二三四，跟住一二三四。通常咧一個即係我呢四個階段咧，要經歷大概係即係90分鐘至120分鐘，亦即係話咧一晚咧通常要經過大概四次啊4到5次嗰啲嘅周期啦。所以就係話，如果你係呢個每一個周期係90分鐘嘅話咧，如果你四個周期即係如果你四個周期嘅話咧，咁就可以瞓即係大概6個鐘頭咁上下。但如果你每個周期係120分鐘嘅話咧，咁你四個周期嘅話就經過8個鐘頭咁上下。所以就係話如果你係即係5個周期嘅話，就係10個鐘頭咁上下。所以就係話其實平均嚟講咧，如果你真係經歷咗一個成個周期咁去經歷嘅話咧，一個完整嘅睡眠通常都係最少係大概6到10個鐘頭咁上下咁咯，即係起碼係7到8個鐘頭咁樣啊。咁即係話正常係咁啦嚇，但係好多時咧，好多人話我瞓唔到咁多個鐘頭喎，點解我瞓下就會醒啊？瞓到2、3點鐘醒咗之後瞓唔着啦。咁其實就因為我哋身體裏邊好多即係話可能唔夠足夠嗰啲蛋白質啦，或者係啲氨基酸去幫助我哋製造呢啲足夠嘅其他激素去維持你嘅睡眠。佢有啲咩因素影響你睡眠咧？你講下。影響睡眠咧都好多種因素嘅，咁就即係好似不良嘅生活習慣啦，唔良嘅生活習慣都已經有成31.37%嘅因素噶啦。咁啊，心理嘅因素咧就有29% 以上嘅因素。咁啊，軀體嘅因素咧就係軀體因素就唔係咁多啫，得9.8%啫。咁啊，生理嘅因素咧都係9.8%，環境嘅因素咧就係9.8，藥理嘅因素咧就係9.81，所以咧就話影響個睡眠都同年齡都有關係嘅，有啲疾病啦、環境嘅因素啦、疲倦啦、生活嘅習慣啦、情緒啦、酒同埋刺激性嘅飲料啦、飲食啦、抽煙啦、運動啊、藥物啦，呢啲通通都係會影響個睡眠嘅。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就係即係話，即係如果你想有個良好嘅睡眠嘅話咧，好多因素其實我哋可以改變嘅，除咗係年紀改變唔到嘅啫，其他都可以改變嘅，即係盡量就唔好俾呢啲不良嘅因素影響我哋嘅睡眠質量啦，嗬。咁點解我哋咁關注個睡眠咧？究竟睡眠有啲咩好處啊？瞓得唔夠唔好嗰時有啲咩後果啊？睡眠咧就係梗係你瞓得好，個人咪精神啲啦嚇。咪睡眠與健康咧就係良好嘅睡眠咧就有個好多益處咧，就可以消除呢個疲勞啦、恢復體力啦、保護大腦啦、恢復精力啦、增強免疫啦、康復機體啦、促進兒童生長發育啦、保護健康身心啦、助你每天美容啦、延緩衰老啦、益壽延年啦。咁你就剝奪你即係睡眠如果被剝奪嘅後果咧，就會即係如果你瞓得唔好咧，你就會成日都會發嬲啦，認知又會有障礙啦，記憶力又會缺失啦，道德嘅判斷都會受到損害啦。咁而且疲煩咁打乞嗤啦，咁咧就幻覺啦、類似多動症啊嗰啲症狀啦，免疫系統受損啦，咁二型嘅糖尿病又有個風險啦。心率變咗異常增加心臟病嘅風險啦，咁反應嘅時間咧就變長咗啦，反應正確咧性下降咗，震動啊、肌肉酸痛啊，其他咧生長嘅抑制啊、肥胖嘅風險啊、體溫嘅下降啊，呢啲都係影響咗睡眠嘅。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即係我哋要即係話，既然睡眠係有咁多好處，同埋係睡眠唔夠有咁多後果，所以一定係要想辦法要令我哋睡眠得更加好啲。咁究竟點解我哋會今日講呢個睡眠同骨骼關係咧？如果睡眠唔好嘅時，點會影響我哋關節咧，同埋骨骼健康咧？如果係有優質嘅睡眠嘅，個目的就係修復身體嘅，並從日常生活嘅勞累中恢復過嚟嘅。睡眠唔足咧，就會抑制咗新骨嘅形成啊，同埋骨嘅再生啦。呢會導致細胞損傷，並且導致咗骨質異常啦。呢係正常骨嘅修復受到負面影響嘅一個指標嚟㗎。睡眠唔好咧，就會俾身體帶嚟咗壓力咧。正迫使呢個鎂等骨骼礦物質遠離其強化骨骼嘅正常功能啦，進入咗與壓力相關嘅功能啦。鎂咧就特別重要啊，因為佢會刺激降鈣素、降鈣素係一種有助於保持骨骼結構同埋降低骨質疏鬆症可能性嘅激素嚟嘅。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就係話一定要即係話喺盡量想辦法令到我哋個睡眠更加好。另外咧，如果睡眠唔不足嘅話咧，都會產生啲炎症反應喎。咁仲有啲咩其他不良嘅影響咧？誒，佢咧就有如果好似睡眠不足啦，身體就會發生咗有炎症嘅反應啦。細胞呢個因子炎症信使嚟噶，會影響呢個骨嘅細胞嘅功能啊。而與炎症相關嘅高皮質醇咧，就水平會抑制骨形成並降低骨嘅強度啦，從而更加容易發生呢個骨折啦。我哋嘅骨骼咧處於不斷咁修復周期中。成熟嘅骨組織咧被移除並被新嘅個骨組織取代㗎。睡眠唔足咧就會阻礙咗修復過程，降低骨骼嘅強度、柔韌性同埋密度，所有呢啲都會增加骨折嘅風險。係啦，係啦，所以就唔好照睇呢個睡眠咁呢個好似好簡單咁學，其實睡眠其實係會影響到我哋骨骼健康啦。咁即係咁點解睡眠會影響骨骼健康咧？咁咪再講多少少？睡眠嘅質量同埋數量嘅減少咧，只要三個星期、3週咧，就會增加咗骨質嘅破壞㗎啦。呢個可能就係因為睡眠會影響荷爾蒙嘅產生同埋維生素嘅轉化，生長激素咧、鈣調節激素同埋維生素 D 轉化都受益於改善嘅睡眠。係啦，所以就話你唔好以為睡眠就係瞓覺就係瞓覺呵，其實瞓覺期間咧，我哋身體咧都係喺度調節緊五臟六腑功能，同埋佢都產生啲生長激素。所以啲小朋友咧瞓得好嘅話咧，長得會更加好啲嘅，長得更加高啲呵。另外嗰個嗰個鈣調節激素啊，同埋維生素 D，佢要轉化即係活化啦，從維生素 D1變成 D2變成 D3咧，好多時都係需要瞓覺嘅時候咧，先至可以幫你轉化得更加好啲嘅。
所以就係要好好地瞓覺嚇，該瞓嘅時就要瞓啦。咁既然講到睡眠咁重要啦，咁點樣去改善睡眠嘅質量咧？有啲咩方法咧嚇？平時我哋點做啲乜嘢咧？想要改善到呢個睡眠嘅質量嘅有效方法咧，就係睡前咧就去散下步啦，晚飯後睡覺前咧就適宜咧喺戶外進行散步，呼吸下新鮮嘅空氣，幫助體內消化，減少瞓覺後身體器官嘅負擔。通過簡單嘅體力運動，俾自己一個安靜嘅睡眠。瞓之前啊，梳下頭啦，頭部有好多個穴位嘅。睡前梳頭咧，發生要是為咗按摩啊，刺激頭部穴位啊，疏鬆頭部嘅血液循環，消除腦嘅疲勞，讓大腦快速咁樣進入咗夢鄉。睡前咧做眼睛保健操咧，眼睛疲勞會影響入睡速度，減弱睡眠質量，所以睡前做眼部按摩啊，或者眼部健操可以使眼球放鬆，幫助快速咁入睡。睡前熱水泡下腳啦，睡前瞓覺前用一盆溫熱水嘅溫熱嘅水泡腳咧，可以緩解下腳部疲勞啊，促進腳底血液循環使人心生寧安心靈神安咁入睡。平靜嘅心態咧，就睡前咧唔好過於興奮或者激動，又不要帶有情緒或保持心平氣和嘅心態休息。心態好嘅自然休息就會好啦。心態唔好咧，腦子咧喺度胡思亂想咧，呢就係失眠嘅原因之一嚟㗎。合適嘅睡姿咧，睡覺時選擇一個自己感覺最舒適嘅瞓姿咧，讓全身嘅肌肉得到放鬆咧，讓全身得到解放啊。床鋪又要最舒適嘅，又可以幫助快速入睡啊。適時嘅睡眠環境咧，睡前要營造一個良好睡眠環境。首先唔好開燈瞓覺啊，室內溫度控制喺15至20度之間啊，唔好嘈啊。睡前咧室內通風，保證一晚嘅空氣質量等等啊。睡眠環境係保證睡眠質量嘅關鍵因素之一嚟㗎。係啦係啦，其實呢啲咧佢都可以做到噶嗬，最緊要去做得噶啦，係咯，即係睡前散步啊，睡前梳頭啊，另外做下眼部健操啊、伸腳啊，同埋做下啲冥想啊，係咪或者係呢啲我全部都做晒，係咯，咁啊真日日都做係啊，啊。係啦，係啊，咁啊最好啦，係啊，係咯，日日對於我講呢啲係小事一宗。太好啦，係啦，另外就做咗係。10幾年都係咁樣做啦，係。係啦係啦，太好啦！另外咧就係關於即係我哋民以食為天啊！你就算瞓覺嘅時候，我點解要瞓得舒適啊？瞓得即係話夠冧嘅話咧，你都需要營養嘅補充嘅，因為我哋個腦神經發出呢啲神經遞質啊，同埋產生呢啲神經因子啊，或者係個褪黑激素，佢都需要營養嘅。跟營養來源就係食材嚟嘅，食物嚟嘅。有啲咩食物咧對我哋瞓覺有幫助咧？咁即係好似蓮子啊，蓮子就係屬於係養心安神啊、補益脾胃，對心悸、失眠腹瀉等病症都有一定嘅療效嚟㗎。百合咧就可以延長呢個睡眠嘅時間，提高睡眠質量，特別係對嗰啲病體虛神經功能感導致嘅失眠者有很好嘅改善功效。每天飲一每一天飲一碗紅棗蓮子百合粥咧，有助於安神助眠嘅。咁金針菜有名忘憂草啦、黃花草黃花菜有清熱利濕冷血之效，食用後咧都有利於安眠。牛奶中含有色氨酸，係人體必須嘅氨基酸之一，可助眠安睡，因為牛奶中含有豐富乳糖、氨基酸以及礦物質和維生素等物質，能緩解腦細胞嘅緊張狀態。但老年人最好不要喺睡前喝牛奶，以免夜反而影響睡眠。紅棗營養豐富，有養胃健脾、補中益氣嘅效果。失眠者可以用紅棗30到60克，加白糖少許，煎湯，每晚睡前服用，
喂，其實佢加白糖應該加紅糖，咁會更加係啊，好。應該加紅糖啦，係啊係啊，即係呢個係即係以前啲可能嗰啲中國啲即係嗰啲老中醫啊，佢哋係真係啦，應該係加即係紅糖啦，或者係加啲片糖咯，喺嗰度改一改佢，係咯。另外一個咧就點解我哋會一個人點解會瞓覺咧？究竟係乜嘢令到我哋會瞓覺咧？其實身體裏邊佢就係有一個指揮官嗬。第三隻眼咧，佢會感應到出邊究竟係夜晚啊定日頭啊，係冬天定夏天啊，佢就講俾你知，即係話需要分泌幾多個褪黑激素，就係呢個褪黑激素其實就係啟動我哋睡眠嘅一種好重要嘅激素嚟嘅。咁你講下呢個褪黑激素同睡眠關係係乜嘢？呢個褪黑激素咧就係一種喺松果體中產生嘅激素，也存在於呢個植物同埋微生物中。喺西元1958年由美國皮膚科醫生呢個發現並定名嘅，主要以誒主要以呢個晝夜，晝夜，即係就睇到夜晚。晝夜，只有與晝夜節律同埋規律繁殖調節有關嘅。呢個松果體咧就喺大多數動物中咧就褪黑色素咧，主要就夜間合成同分泌，由色氨酸轉換而嚟。佢都係喺好多組織同埋細胞中合成，包括視網膜骨骼細胞血小板胃腸道皮膚和淋巴細胞。褪黑激素咧受體分散喺全身嘅各處，似乎係多用途於生理信號，參與好多生理過程控制，從而影響睡眠、生殖、免疫反應、能量平衡和行為等反應。此外咧，佢仲具有直接同埋間接嘅抗氧化特性啊，強有力嘅證據表明呢種化學物可以抵消活性氧同埋氮喺不同系統中嘅有害影響。係啦係啦，即係話就係呢個就係關於褪黑激素，所以就係佢對我哋嘅睡眠係好緊要嘅。但係問題係褪黑激素咧，睇唔同嘅年紀嘅時候咧，同埋唔同嘅時間咧，佢係會變㗎，所以佢唔係話成日都咁高啊。因為褪黑激素係幫助我哋係有助呢個睡眠嘅。咁褪黑激素同個年紀有啲咩關係咧？嗬，同埋同呢個晝夜有咩關係咧？褪黑激素咧就係受光照嘅影響，呈晝夜節律性嘅。通常咧早上8點褪黑素喺血液中嘅濃度會降至最低點，喺晚上20點左右開始分泌，咁隨後咧逐漸咁開始上升。23點後咧迅速升高，凌晨2、3點咧達到咗頂峰，然後逐漸下降。睡眠逐漸變淺，直到早上自然醒來。褪黑素嘅分泌量與年齡有關。35歲後咧，機體腺體功能降低，褪黑素咧分泌量減少，平均每10年降低10%同埋15%。而老年睡眠嘅壯熱患者咧，褪黑素咧下降更加明顯，分泌量甚為高峰期嘅1/10，導致睡眠節律和多個系統功能雜亂。係啦係啦，即係所以我哋瞓覺真係好緊要啊！即係如果我哋瞓覺唔夠嘅時候咧，即係我哋五臟六腑都受到影響。咁即係年紀大嗰啲人，所以佢個褪黑激素個分泌量係高峰期10%咁解，即1/10。所以點解好多時啲老人家咧，到咁上下嘅時候瞓覺嘅時候咧，佢就係瞓下又斷下，瞓下又斷下，瞓得個零鐘頭，咁啊瞓醒，又醒咗，然之後好難先瞓翻，然之後日頭係成日都係斷斷續續咁樣瞓覺啊，成日黑眼瞓，該瞓嘅時候又唔瞓，唔該瞓嘅時候又黑眼瞓嚇，就係咁。咁究竟呢個褪黑激素係除咗瞓覺之外，仲有啲咩其他作用咧？褪黑激素嘅生理作用咧，佢就會係改善原發性嘅睡眠障礙，改善次發性嘅睡眠障礙，有益調節呢個血壓，有益緩解呢個纖維肌肉痛，改善代謝功能，有助於降血脂同埋血糖控制，有助於增強免疫力，輔助癌症治療，改善時差綜合症，調節時差，有益於改善神經精神健康，改善情緒障礙疾病，預防原發性頭痛和老人痴呆症，有益於骨骼關節肌肉健康，幫助緩解痛。係啦係啦，所以就係即係呢個其實。
呢個褪黑激素咧，其實即係通過你改善個睡眠，其實係可以幫助你即係調節個血壓啊，同埋肌肉嘅修復啊，肌肉即係肌肉同埋咧代謝啦、血糖啊、血脂啊、抵抗力啊，同埋精神健康啦、骨骼間健康都好緊要啊！嗬，咁就係問題就係頭先我哋講咗，我哋即係褪黑激素佢要分泌啦，佢需要營養啦，但係而家市面即係問題就係話，我哋嘅食物夠唔夠營養咧？咁呢個咧就係即係美國農業部其中一個研究報告發明，就係即係話表示咧，我哋夠唔夠營養啊？你講下。啊，夠唔夠營養就要睇你自己個人睇自己身體嘅情況啊，需要啲咩啦。咁咧就好似我哋人體咧就係需要咧就有90%嘅維生素 E 啦，即係我相信呢個係講男士啊，女士應該係97%啦。咁鎂咧就要男士63%啊，女士88%啦。鎂咧就係男士64%啦。我哋女士係67%啦，鋅咧就係男士11%啦，就女士咧就係36%啦。咁樣樣咧，維生素 A 咧就係男士要57%啦，就女士係要48%。維生素 C 咧就女士38%，男士要40%。維生素 B6咧就男士7%，女士係28%。維生素 D 咧，女士要59，男士都係相同59。即係呢個數字咧，係反映係呢啲，即係話我哋成年人咧係佢缺乏營養嘅情況。你睇下89%嘅男士同97%嘅女士係缺乏維生素 E 嘅，咁63%嘅男士同88%嘅女士係缺鈣嘅。64%嘅男士同埋67%嘅女士係缺鎂嘅，咁缺維生素 D 咧都59%男女都係，亦即係話咧咁多人佢都會唔同程度上缺乏呢啲咁嘅營養嘅話咧，所以點解好多人咧都會有啲唔同程度嘅骨骼健康問題啊，或者係影響咗我哋嘅睡眠嘅健康，係咯，咁就係即係話咧。就話淨係靠食飯食菜，其實係冇可能補足夠嘅營養。唔管你點食都好，一個就係你食嘅飯菜而家種植方法啊唔同咗啦，同埋而家我哋食嘅好多時候，我哋因為壓力啦，或者係我哋年紀大咗啦，腸內嘅消化吸收功能係差咗嘅，所以話咧，我哋係需要食營養補充劑。但係唔同牌子嘅補充劑會唔會一樣咧？其實好明顯係唔一樣嘅。其實就點知道佢會唔一樣咧？即係話因為咧。你打個比方，我喺加拿大生產嘅營養補充劑，係美國嘅營養補充劑，或者係中國補充劑，或者澳洲嘅，佢哋嘅原材料來源肯定係唔同，係咪先？咁佢哋嘅個配方肯定會唔同。咁佢哋生產嘅工藝啦，成個過程啦，唔同嘅人做都唔同。佢煮餐飯咁樣，大家都係煮豉油雞，或大家都係做蛋糕，大家好似都係買差唔多嘅上下嘅材料，但係你材料嘅來源唔同，你嘅配方唔同，同埋做嘅方法唔同嘅話咧，個效果都會唔同。所以營養素都係咁嘅。咁要生物公司嘅營養有啲咩與眾不同嘅地方咧？阿 May 你講下。要生牙有啲佢個營養咧就有啲咩唔同啊？佢就最主要嘅原材料就係有優質嘅原料啦，均衡嘅有科學根據嘅配方啦，同經認可嘅科學專家嘅團隊，同埋呢個有運動員嘅保障計劃咯。係啦，如果你係去過公司嗰個參加過一種公司嘅參觀嘅話，你就知道其實我哋所有產品嘅嗰啲原材料咧，佢全部都要間，即係用嗰個laser，即係話用嗰個laser 叫做咩？用激光槍咧去驗嘅，佢係反覆咁去驗，佢保證佢原材料咧係100%純正，佢先至會去做嘅。如果啲原材料唔夠純正嘅話，佢退翻去俾原廠，即係話俾個廠家度，所以佢係唔會去做。同埋佢成個配方咧，佢係一個科學嘅配方，因為公司係專門研究細胞營養嘅公司，佢係成個科學家團隊超過150個科學家團隊，所以即係因為係即係有。咁嘅情況令即係生產出嚟嘅最好即係高品質嘅
嗰個即係安全同有效嘅嗰啲營養補充品，所以令到咧，即係世界上有成幾千名嘅嗰啲奧運運動員，佢都係願意去試用佢，同埋願意去食佢，同埋公司咧係保證有100萬美金嘅保障㗎，即係話如果係佢用呢個產品，佢做即係話驗血啊、驗尿啊，發現有啲嗰啲違禁藥物啊，或者係啲毒素嘅話咧，公司會賠返100萬俾佢哋嘅。但係過去34年咧，從來未試過一個人係攞呢筆錢開，一分錢都未攞過喺呢個鋪裏邊。所以就係、另外一個就係話嗱，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醫務人員啦，我係做針灸啦，做即係開中藥啦，同埋我都係用物理治療啊，或者係用即係整骨治療啊，去幫助病人嘅。但係同做治療嘅同時咧，我都會同病人講，其實咧，淨係食飯食菜係唔夠營養，適當補充翻營養補充品係有幫助嘅。咁我係點解我係要用 USANA 咧？因為 USANA 係即係佢係醫生認可嘅，係 Health Canada 即係加拿大醫管局咧係證明咗佢係安全有效嘅。所以就係好多時我哋好似有限公司嘅新產品出嚟啦，喺美國出嚟啦。美國可以買到，點解加拿大買唔到咧？因為佢係一定要經過加拿大醫管局，即係話好多好多層嗰啲驗證證明咗佢係安全有效，佢先至可以俾我哋喺度買。所以就係我哋可以買到加拿大買到嘅產品咧，一定係有保障嘅。即係我哋係多咗幾重嗰啲關卡去驗證佢，係咯。另外就係呢個運動員保障計劃啦，成個團隊嘅運動員咧係都食呢個，即係話乳酸補充品、營養補充品，唔係話一個人兩個，包括係中國國家運動員，即係呢個都係食呢個乳酸營養補充品。所以就係話，如果我哋食嗰啲營養補充品同運動員食嘅係一模一樣嘅產品嘅話咧，咁我覺得就更加放心啦。呢個就係我自己嘅觀點啦。咁即係公司嘅產品，佢點可以幫助我哋去改善睡眠啊、代謝同埋肝臟健康咧？仲要通過啲乜嘢？有啲咩咁特別咧？咁阿 May 你講下。滋養啦，要生嚟嘅產品咧就提高即係提供呢個維生素啊、礦物質最佳同埋抗氧化劑嚟滋養呢個細胞，強化抗氧化嘅保護啦。細胞信號咧傳輸能幫助你嘅細胞用來源性抗氧化保護自我啦。創新啊細胞更新嘅技術咧，細胞信號傳輸也能優化更新過程，來回收老化嘅細胞結構。係啦係啦，呢個就係月生人公司好特別嘅地方啦，因為佢係用通過細胞來源性智慧技術去生產嘅呢啲營養素咧，佢可以達到3重效果：滋養、保護、更新。即係唔單止係令到呢個細胞更加有能量啦，可以正常咁新陳代謝啦，同埋喺呢個過程中咧，如果係即係話細胞代謝過程中產生毒素嘅話咧，佢都會代謝毒素，佢都會刺激我哋嘅細胞，通過細胞傳輸系統咧，令到我哋細胞產生自己來源性嘅抗氧化劑，去即刻去中和咗嗰啲自由基啊、嗰啲毒素。同時咧，即係細胞喺代謝過程中咧，慢慢佢都會老化咯，嗬。咁佢都可以通過呢個細胞信號呢個系統咧，就會識別原來呢個細胞已經老咗啦，呢個細胞已經係冇用啦。咁通過一個自食即係話自我，即係叫做就好似自我回收啦，好似即係嗰啲系統咧叫自食系統，就把嗰啲冇用嘅細胞或者老化嘅細胞食咗佢，然之後咧就有用嘅嘢咧就我吐翻出嚟再循環，冇用嘅話咧通過大小二便啊，通過出汗啊或者呼吸就排翻出去。咁呢個就係同其他公司唔同嘅地方，就係佢有3重效果，有滋養、有保護同埋更新。咁即係咁要生人公司呢個褪黑激素咧，我哋即係叫做眠靈素啦。即係因為好多時我哋慢慢年紀大咯，即係或者營養唔係咁豐富嘅時候咧，我產生嘅褪黑激素就唔夠，變咗嘅話咧，瞓覺就瞓得唔係咁腍啦。咁呢個眠靈素咧，佢有啲咩咁特別咧？點樣用法咧？呢個叫做呢個眠靈素咧，就係 ProRes 咧，就係主要咧就係個成分咧就係褪黑激素嚟嘅。使用嘅方法咧就係成人喺睡前1個小時咧就服用半粒啊，或者係2粒，以緩解呢個偶發性嘅失眠啦。請將呢個本嘅產品放喺兒童接觸唔到嘅地方。要求就係服用呢個褪黑激素嗰時咧，請勿駕駛車輛或操作呢個機器，因為食咗呢啲咧，你如果係揸車咧就好危險啦，可能瞓着覺都未定。係啊，適係啊，用於嗰啲睡眠困難嘅成年人啊、旅行者啊、
任何需要重量睡眠時間嘅人啊，呢樽嘢就係屬於。係啦，係啦，係，因為佢係幫助睡眠嘅，佢係幫助我哋嘅補充個褪黑激素，令到我哋可以就係瞓得好啲嘅。咁即係有啲人，譬如旅行，美國打個比方，我喺加拿大去中國，或者中國嚟加拿大，即係佢有12個鐘頭時差，咁你可能去到之後咧，即刻要做嘢，咁最好咧，你就可以係即係去當地嘅時候咧，你夜晚臨瞓前食粒半粒至2粒，睇下情況啦。食啲褪黑激素，或者有啲人咧佢三班倒嘅，做護士啦，或者做某啲工種咧，佢三班倒嘅，即係話可能好似有連續幾日就翻日班，跟住咧又唞2日，跟住又連續幾日翻夜班，變到咧即係個生物鐘咧就顛倒晒噶啦。咁呢種人咧就最好就係瞓覺嗰時候咧食翻啲褪黑激素，幫助佢睡眠。如果唔係佢就會即係好多問題就會出嚟噶啦，好多健康問題會出嚟噶啦。咁另外一個咧，頭先講到就係話我哋個超活代謝，即係我哋我哋睡眠咧，可以幫助我哋改善新陳代謝啦。咁新陳代謝，我哋慢慢開始年紀大嘅時候咧，代謝都會慢嘅。咁而生物公司有個產品叫做超活代謝片。咁呢個代謝片有咩用啊？呢個超活代謝片咧，佢就係結合咗其他暢活嘅營養系列嘅產品啊，使用啊，並配合健康嘅生活活動，可能有助於支持並維持強健嘅新陳代謝功能嘅，為你提供保證旺盛嘅精力所需要嘅能量。而家係成人建議咧，就係每天就3次，每次咧就隨餐食用一粒㗎。個主要成分咧就係綠茶提取物，可促進呢個新陳代謝。要山嚟嘅生物類黃酮咧複合物，有助於維持正常健康血糖水平。桔梗咧有助於促進正常嘅脂肪分解。主要嘅益處咧就係避免脂肪堆積造成行動嘅遲緩啦，維持一整天嘅能量啦，維持健康水平、血糖水平啦。支持正常健康嘅 HDL 膽固醇水平咯。係啦，呢個真係好緊要啊！因為你嘅血糖同埋呢個膽固醇正常嘅話咧，令到我哋嘅腦就供應足夠嘅能量啦，同埋佢個腦嘅血循環就會好。咁我哋嘅嗰個松果體喺腦裏邊噶嘛，係咪？如果你個腦嘅血循環好嘅話咧，好自然咧，咁呢個即係話就容易去幫我哋製造嗰個褪黑激素，幫助我哋嘅睡眠啦。咁瞓覺瞓得好嘅時候咧，咁自然我哋骨骼健康又會好啲啦。咁骨骼健康。即係話我哋講頭先講到話，我哋骨骼咧需要就係即係睡眠咧，其實我哋係即係褪黑激素啦。咁呢個究竟鈣啊、鎂啊、維他命 D 對睡眠有咩影響咧？會唔會影響到睡眠咧？其實呢三者咧就係應該係確保呢個，佢話確保攝入足夠嘅維生素 D 咧就好重要嘅。佢因為咧佢係有助於保持骨骼個強壯同埋健康啊。維生素 D 喺睡眠健康方面咧有起到重要個作用。研究發現咧，睡眠質量咧差咧與維生素 D 水平低係有關係嘅。食大量嘅富含鈣嘅食物咧，不僅對你嘅骨骼有益，而且還可以改善呢個睡眠，因為咧佢係有助於大腦產生褪黑激素，重要嘅睡眠激素，即係鎂咧特別重要，補充鎂有助於睡眠嘅。係啦，係啦，所以生人公司咧有一個產品叫做鈣鎂 D 片，佢有鈣同鎂係1:1嘅配方，加上維生素 D，令佢可以幫助我哋改善骨骼健康，同時咧都改善睡眠嘅嚇。咁另外就係你夠唔夠美啊？夠唔夠靚啊？其實美咧係參與我身體係600幾種唔同嘅嗰個細胞代謝嘅過程嘅。咁究竟呢個美對我哋嘅瞓覺啊，對我哋嘅大腦健康有咩幫助咧？個鎂咧就對大腦係不可或缺嘅微量元素嚟嘅。佢存有阿爾茨海默症嘅病人咧，鎂嘅水平偏低嘅機率就會好高啦。清華大學咧林國松博士研究顯示咧，如果要達到腦細胞功能最佳嘅鎂水平咧，通常需要喺飲食中補充呢個鎂。喺一項臨床試驗中咧，劉博士同佢嘅同事發現咧，當鎂與蘇氨酸配對地傳送到呢個大腦時咧，受試者嘅認知能力得到改善同埋提高嘅。鎂係色氨酸轉化為血清素，再轉化為褪黑激素過程中嘅重要輔助物質。缺少鎂咧，佢導致咗血清素同埋自體
褪黑素咧下降。褪黑素係我們晝夜節律嘅關鍵荷爾蒙嚟㗎。褪黑素咧減少不單影響我哋入睡時間，而且仲有可能引起身體嘅其他健康問題。鎂通過刺激呢個 GBA 嘅神經元嘅受體，促進呢個 GBA 嘅釋放。GBA 是中區神經主要嘅抑制性總經遞質。中區神經系統產生嘅 GBA 喺我們睡眠時持續壓抑多種大腦來幻想性嘅神經遞質。GBA 是維持深睡眠狀態嘅關鍵，缺少鎂咧，GBA 釋放嘅量和作用都會降低，可能縮短我哋睡眠時間，減少同埋影響我哋睡眠嘅深度。鎂通常係抑制就谷氨酸神經元，增強睡眠深度嘅。係啦，所以呢度講，其實我哋個即係話鎂咧，其實係對於我哋嘅睡眠啊，同埋對於我哋嘅即係睡眠嘅質量咧，主要係睡眠就係好緊要㗎。因為我哋瞓覺嘅時候產生褪黑激素，咁褪黑激素咧，我哋係純粹靠呢個，就係我哋要靠通過鎂將色氨酸轉化成為血清素，再轉化成為呢個褪黑激素。咁血清素咧係一種開心荷爾蒙，一個人開唔開心咧就睇佢夠唔夠血清素。所以咧，鎂咧係將色氨酸日頭嗰時轉化成血清素，夜晚嗰時咧就轉化成褪黑激素。所以就係呢個鈣鎂 D 片咧，你日頭嗰時候咧食咗之後，嗰人嘅心境就好平和嗬，又好開心。咁夜晚嗰時咧食完之後咧就會瞓覺，就瞓得更加輪。你瞓得好啦，咁自然而然咧嗰個人嘅即係嗰個腦神經功能會好啲啦，咁就可以預防呢啲即係話啲老人痴呆症啊咁係咯。咁就要生呢個活力鈣鎂 D 片咧，嗱佢就係一個即係非常之科學嘅配方啦。佢嘅鈣即係每4粒裏邊咧有500毫克嘅鈣啦，每500毫克嘅鎂啦，即係1:1嘅配方啦。另外仲有1000單位嘅嗰個維生素 D3。咁即係話呢個咧就係話呢個 D3係幫助呢個鈣同鎂嘅吸收。咁我哋建議每日咧係食2次，每食2粒，即係食4粒嘅。咁即係其實我哋每日咧係需要1200毫克嘅鈣。同埋鎂，但係咧，我哋好多時我哋係建議咧，就話唔係100%喺補充品裏邊補充，你需要係平時需要飲食啊，飲食補充一部分鈣鎂啦，咁其他咧就係靠啲營養補充品嚟補充啦。咁點解我哋講即係話要需要鈣啊、鎂啊、維生素 D 啊、維生素 K 啊？其實佢係個成個團隊嚟嘅。咁而生人公司嗰個我哋嘅基本營養素啦，同埋健康包裏邊咧就有維生素 K 喺裏邊嘅，同埋咧你覺得唔夠，我哋可以另外再買維生素 K 都可以。咁即係咁有啲咩仲有咩關係咯？嗱，我哋鈣你要喺食咗鈣之後咧，呢個鈣佢要從我哋嘅腸黏膜進入血液循環，佢需要維生素 D，即係揾條鎖匙去開門，打開呢個腸黏膜細胞嘅門之後咧，咁呢個鈣同 D 入到細胞裏邊，去到血液循環裏邊咧，佢就會想辦法要去到應該去嘅地方啦。咁去邊度啊？點去啊？咁啊需要一個GPS 嗱，呢個導航儀啦，你維生素 K 就係個導航儀，佢就幫你把呢個鈣咧就引到去我哋嘅骨頭嗰度。咁去到骨頭，去骨頭嘅上邊定下邊定中間啊？邊個位置啊？即係咁咧，就需要一般運功。呢個鎂就會將你把呢個鈣咧就搬到喺骨頭嘅近端或者係遠端或者中間嗰度，令到我哋骨頭嘅形態係正常。所以咧就係話呢幾樣嘢咧，缺任何一樣都唔得嘅。係咪？如果你冇維生素 D 嘅時候咧，鈣吸收唔到。但如果淨係 D 同鈣嘅話咧，去到血液循環嘅時候咧，冇維生素 K 嘅時候咧，你就搬唔到呢個鈣去骨頭度。咁去到骨頭嘅時間，你去邊個位咧？骨頭我哋嘅骨頭近端重，即係話即係係健康啲，係實淨啲，定係遠端實淨啲咧？咁啊，需要呢個鎂幫你去搬運喎。所以就係呢4樣嘢一定係要有嘅嗬。咁嗱，呢個就不總結咗呢個鈣鎂 D 片咧，其實就係即係其實就唔係淨係即係鈣鎂 D，仲有其他嘢嘅，同埋佢唔係淨係話對我哋嘅骨頭啊、牙齒有幫助，仲有其他幫助，即係其他嘅功能嘅。咁後尾讀下呢個鈣鎂 D 片有咩功能啊？有啲咩作用啊？一個均衡嘅鈣鎂直膨咧，維生素 D 嘅配方咧，係用嚟預防骨質疏鬆症，促進骨骼同埋牙齒健康嘅，協調肌肉收縮，防止抽筋同埋肌肉酸痛，預防筋骨受傷啊、關節炎。
幫助神經系統功能，有助於改善睡眠質量、調節情緒同緩解偏頭痛，幫助細胞正常分裂，防止基因突破，幫助調節新陳代謝，協調血壓同埋心跳，改善凝血功能，防止出血，平衡體內嘅酸鹼度，預防腎結石，有助於中和胃酸，緩解胃酸反應，調節消化系統功能。係啦，係啦，所以就係話，其實我呢個鈣鎂 D 片咧，其實好多作用嗬，即係對我哋嘅骨頭啊、牙齒啊、肌肉啊、睡眠啊都有幫助。另外咧，佢可以幫助細胞正常分裂喎，呢個好緊要喎，因為細胞分裂係一分為二啊嘛，一個變兩個，兩個變四個。如果細胞唔可以正常分裂嘅話咧，佢就會基因突變，就變成癌症噶啦。所以就話咧，其實呢個鈣鎂 D 片咧，佢間接嚟講可以幫你去預防 cancer 嘅嚇。另外佢可以調節我哋新陳代謝啦，對血壓啊、血糖啊、就膽固醇有幫助。另外幫你止血嘅喎，就有啲人佢話：哎呀，好容易穿牙血啊！點解即係好似月經啲血咧，即係好容易即係不規則咁樣月經出血啊，或者係即係啲月經嘅時候個量好多啊，成日止唔到血啊。其實好多時可能我哋唔夠鈣。唔夠鈣鎂，咁所以話咧，你適當補充多少少呢個鈣鎂 D 片嘅話咧，可以幫助你調節嘅，即係調整翻個血嗰個月經週期啦，同埋令到個即係個月經量冇咁多嘅，即係話正常翻去，係咯。另外就係佢可以，因為佢個鈣鎂咧，佢係1:1配方，就可以預防多餘個鈣積喺我哋嘅腎臟裏邊，或者多餘個鈣積喺血管裏邊，就可以預防動脈硬化同埋腎石。另外咧，佢又係屬於即係鹼性食物嚟嘅，佢可以中和胃酸，所以啲人有胃酸倒流啊、消化不良啊，或者係即係嗰個胃潰瘍啊，咁食呢個鈣鎂 D 片咧，其實係有幫助嘅，就係特別係如果覺得個肚痛啊、胃痛嘅時候咧，你可以照，即係話呢個係吞嘅，但係都可以照嘅，你咬爛佢之後先吞落去，個效果即係效果更加好，係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到個鈣鎂。咁鈣鎂 D 片咁講到鈣同鎂咧，咁 D 咧點解需要維他命 D 啊？D 有咩用啊？咁呢度咧講咗，其實 D 係好多好多作用嗬，D 有10大功效啦。你讀下呢個10大功效係咩嚟嘅？維他命 D 呢個10大功效咧，就係第一啦，幫助骨骼嘅生長，降低心血管疾病發生率，預防癌症，調節呢個血壓，控制體重，降低糖尿病發生風險，增強免疫力，防止牛皮癬，減低孕期疾病嘅風險，降低認知力降低認知功能障礙率。係啦，所以就係話咧，即係如果就係即係因為維生素 D 有咁多咁嘅作用，咁多功效，所以就係話要當佢缺乏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到好多啦，會影響到個抵抗力啊，容易得 cancer 啊，影響到我哋血糖啊、血壓啊，就容易有糖尿病同埋有高血壓啦，影響到免疫系統啦，就容易有啲譬如講牛皮癬啊，或者係啲影響到我大腦，令到有嗰個老人痴呆症啊，甚至如果係孕婦嘅話，維生素 D 唔夠嘅時候咧，好容易會係即係話。會小產啦、流產啦，都有呢個機會嘅，所以就係維生素 D 咧係好緊要嘅。咁但係呢度就講到維生素 D 不足嘅時候咧，最常見嘅6大現象係乜嘢咧？攝取唔足嘅有6大現象咧，就係容易病啦、情緒焦慮啦、肌肉無力啦、骨質疏鬆啦、皮膚乾燥啦、心血管疾病嘅風險高啦。係啦，所以其實就唔好少睇呢個維生素 D 嗬。所以好多人咧，其實佢都知道要食維他命 D 嘅，西醫都好多西醫都知道要食維他命 D 嘅嚇。咁另外咧，我哋嘅骨頭啊同肌肉啊，佢哋係骨頭同骨頭之間個連接咧，叫做關節啦。咁骨頭骨頭之間，佢嗰個關節面嗰度咧，佢需要保護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骨撞骨就會好痛啦，就會即係行唔到啊，即係企唔到啊，坐唔穩嘅。咁骨頭同骨頭之間嗰層保護層咧，我就叫做骨，即係叫做軟骨啦。咁軟骨有啲咩作用咧？呢個講就知道軟骨作用係咩咧？嗱。骨頭咧，佢就主要係支撐呢個重量啦。個關節嘅軟骨咧，就係減少呢個摩擦嘅緩衝啊，同埋震動啦。咁呢個關節嘅滑膜咧，就係分泌呢個滑液啦。咁嗰個韌帶咧，就係固定嗰個關節啦。係啦，所以我哋關節咧，其實我哋關節即係兩嚿骨之間，我哋幾多嚿骨之間，佢要固定得起，佢係需要好多好多唔同嘅呢啲，即係呢啲韌帶啊，或者係呢啲
肌腱係幫助你嘅。咁耀生人公司有一個產品咧叫做健樂靈啦，佢就係關節嘅保護神啦。咁呢個健樂靈究竟佢有啲咩咁特別咧嚇？佢就最主要係突破性啦，專業製造以呢個 Insanity 嘅技術咧，就係、用咗呢個技術就全面葡萄糖氨酸原先鹽咁個用嗰個 Mavira 複合型薑黃觸萃物，添加呢個疏酸美爾疏酸鉀疏疏呢個疏係硫酸鎂同埋硫酸個鉀。硫酸，OK，硫主要功能就係構成氨基酸軟骨以肌腱嘅成分，高效率嘅活性配方，每日3粒就好方便啫。係啦係啦，即係咧，其實係即係呢個呢個健樂靈咧，佢唔係一個單方嚟嘅，佢一複方嚟嘅嗬。佢裏邊咧包含有一種全素嘅，即係用即係有機嘅嗰啲有機嘅粟米裏邊發酵，然之後咧提煉出嚟嘅呢個葡萄胺係全素嘅，所以就係即係素食都可以食嘅。因為有啲人咧佢係食素噶嘛。咁出邊好多嗰啲關節炎，即係話嗰啲咩關節靈啊、關節丸咧，佢呢個嗰個葡萄胺咧係從嗰啲蝦皮啊，或者係啲魚皮啊或者蟹皮呢邊提煉出嚟嘅。咁耀生蘭呢個咧係全素嘅，所以即係話食素者可以食嘅。另外咧薑黃素，我哋知道薑黃素係對我哋嘅關節係有幫助，可以幫助即係同時對其他方面都幫助，對即係話對即係話皮膚啊、大腦啊、心肝脾肺腎佢都有幫助嘅。但係咧，普通薑黃素咧係好難吸收嘅，佢好容易被我哋嘅胃酸咧破壞。咁呢個咧叫做 Maria 薑黃素，即係佢係用卵磷脂包住咗呢個薑黃素，令到呢個薑黃素嘅吸收率咧係升高咗30倍咁多，所以就係更加有效果嘅。同埋佢裏邊仲加咗啲即係其他嘅效果成分啦，譬如講啦，呢度寫咗有啲有維生素 C 啊，加咗成225毫克咁多嘅。另外咧，佢係即係呢個維生素 C 係同鈣結合埋一齊嘅，所以可以幫助我哋補充我哋骨頭嘅密度同韌度，加咗鎂啊同埋錳啊同埋鎘嘅都加咗喺度，所以變到咧呢個嗰個葡萄胺同埋呢個 Maria 薑黃素就更加容易起效，令到我哋好容易更加有效咁樣去控制骨骼嗰啲疼痛啊、啲炎症啊，令到我哋骨關節咧可以修復更加快啲。所以呢個就係同其他出邊嗰啲關節靈係唔同嘅地方，即係出邊好多時佢就係得可能一種成分或兩種成分，呢個有6種成分咁多嘅，所以呢個就係嗰個效果唔同嘅地方就係咁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講到即係呢度講究竟呢個葡萄胺係咩回事咧？係咩嚟嘅咧？我哋究竟點解需要佢呢樣嘢咧？同我哋講下呢個嘢，呢個葡萄胺。呢個葡萄糖胺咧就係人體可以自然合成嘅物質嚟嘅，具有黏度高嘅黏多糖成分，廣泛分布喺人體嘅軟骨啊、骨頭、皮膚、指甲。咁隨住老化，體內葡萄糖胺嘅合成變慢啦、變少咗，趕唔上分解嘅速度，影響咗關節內細胞嘅新陳代謝。葡萄糖胺喺藥理作用上屬於軟骨保護劑。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咧，即係話一個人後生嗰時，比如講即係話10零20歲之前咧，小朋友啦，佢哋係個代謝快啊嘛，所以咧佢合成得比較多啲嘅。咁但係年紀慢慢大嘅時候咧，血液循環又差咗啊，咁你嗰啲肌肉又流失啊，蛋白又流失啊，膠原蛋白又流失啊，變咗嘅話咧就唔夠呢啲即係唔夠快去合成啲葡萄糖胺，所以就開始就關節又開始退化啦，骨頭又開始退化啦，皮膚又開始變巢啦，有皺紋啦，指甲又開始變容易披啊嚇，就因為我哋唔夠葡萄糖胺，咁所以咧。即係補充呢個健樂靈嘅話咧，佢就無形中可以除咗幫助我哋保護我哋骨頭啊、關節、軟骨、韌帶之外咧，對於我哋嘅皮膚同埋指甲都有幫助嘅。所以好多時我哋嗰啲朋友咧食一段時間呢個健樂靈之後咧，發現誒頭髮長得靚啲咯喎，冇見到頭髮，甚至有啲人本身係甩頭髮好犀利嘅，加食咧呢個健樂靈之後咧，頭髮長翻出嚟咯喎，同埋咧。呢個皮膚皺紋又少咗啦喎，更加有彈性啦喎，因為佢係幫助我哋產生呢啲膠原蛋白嘅嚇。嗱，究竟呢個薑黃素頭先講到薑黃素咧，其實係好對我哋嘅健康係好有幫助嘅。佢有啲咩作用咧？薑黃素
姜黃素嘅功效咧就係有助於舒緩呢個痛痛以及僵硬現象，抗發炎啊，維持胃腸正常消化機能，維護肝臟健康，具抗氧化功能，延緩老化，能補足自由基，預防癌症，中和環境毒素入侵呢個體內，減少疾病嘅威脅，維護健康膽固醇，幫助傷口痊愈。係啦，係啦，所以呢個葡萄糖胺其實係即係呢個薑黃素咧，其實係即係好緊要嘅。但係問題就係話普通薑黃素係好難吸收，所以你用薑黃素一定係要煲煮嗰時候咧，要加啲嗰啲胡椒啊，加啲黑椒啊一齊就會容易吸收啲。咁咧一定要攞啲油嚟爆啦，或者係煮啦嚇。咁伊莎蘭公司呢個薑黃素咧，佢就唔係普通薑黃素，佢係啲薑黃素。即係提煉出嚟之後咧，佢同嗰啲卵磷脂包埋一齊，所以更加容易吸收啦嚇。佢嘅吸收率咧呢度咧講咗㗎係嘛？嗱呢個啦，嗰個大豆卵磷脂我想要知道姜黃素同同黃薑粉有冇區別㗎？係咪都係一樣嘅物質嚟㗎？唔係，即係黃薑粉係即係話黃薑磨成粉叫做黃薑粉。咁薑黃素咧就係喺黃薑粉裏邊嘅營養成分。佢係有可以幫助你消炎啊、止痛啊，即係話可以幫助你增強抵抗力啊，幫助你控制膽固醇啊，即係改善肝功能嘅嗰種營養成分，即係唔係話薑黃素即係薑黃素係嗰啲黃薑粉裏邊嘅有效成分。哦，即係實質上其實都係一樣嘅嘢嚟嘅啫，係嘛？佢只不過提煉咗出嚟嘅啫嘛，係嘛？即係話可能10磅薑黃素可以提煉出1克嘅薑黃，即係十磅黃薑粉可能提煉出可能都唔知有冇1克嘅薑黃素。哦，即係咁少嘅咋？係㗎，好少㗎咋。所以就係話，即係其實我哋係需要個精華呢啲薑黃素。比如講我哋煲中藥啦，點解你要開中藥嗰時一大包藥，我哋唔食啲藥渣咧，我哋係食啲藥質咧，食嗰啲藥水咧，就係因為你煲咗之後咧，係我哋需要啲藥裏邊嗰啲藥效有效成分，煲完之後提煉出嚟，我哋係食嗰啲嘢，係咯，所以裏邊係好少嘢㗎咋，大部分係啲垃圾嚟嘅，係渣嚟嘅。所以即係話唔係話薑黃粉就一定會幫助，因為薑黃粉可能佢有裏邊好多重金屬啊，唔係好多嗰個黃纖維啊。薑粉啊，黃薑粉同係啊，薑黃粉係咪係都係一樣嘅？即係一樣嘅嘢嚟㗎。其實即係黃薑粉同薑黃係，即係黃薑就薑黃嘛。其實係個名唔同啊嘛。哦，OK，都係啦，我就係想要搞清楚究竟係係咯，咪一樣嘅嘢。係啦係啦，所以就即係話唔好食太多，因為嗰啲如果你嗰啲薑黃嗰啲黃薑粉啦，你磨咗啲粉咧裏邊咧，可能有重金屬嘅，可能有啲農藥嘅。所以如果係佢都有薑黃素喺裏邊，但係如果食多嘅時候咧，佢有機會咧，嗰裏邊重金屬同埋嗰啲農藥嘅話咧，會入咗我哋嘅身體嘅肝臟裏邊，令到反而破壞影響我哋肝臟。所以就係點解食中藥唔可以食一世，就係唔可以話長期食，你有病先至食。係咪？即係中藥，我知道係純天然嘅，係自然嘅。即係好多人話覺得中藥肯定會肯定會好安全㗎。其實未必㗎嗬。中藥有啲係安全，有啲唔係咁安全嘅。同埋睇下佢喺邊度生產，佢哋係邊一類藥，係咯。嗱，呢個講到就呢個 Mariva 複合呢個肝黃素啦，嗬。其實咧就係佢呢個係一個專利配方嚟嘅。咁即係普通薑黃素咧，佢係好難入到個細胞裏邊，因為個細胞個細胞膜咧，佢係脂質嚟㗎，即係脂肪嚟嘅。所以你一般咁薑黃素佢係水溶性㗎嘛，係好難入去嘅。咁要真人公司嘅科學家咧，佢就用呢個即係話呢個薑黃素同呢個大豆卵磷脂以1:2嘅呢個比例咧，就包住咗佢。包住之後咧，佢就好容易咧就送入落細胞裏邊啦。因為個細胞膜咧，佢係脂溶性噶嘛，所以佢就容易入去。所以就點解佢會增加我哋嘅吸收率咧？增加咗成30倍咁多，就係咁解。所以個效果就會更加強。所以有啲人話點解我食出邊嗰啲黃薑粉啊，或者食嗰啲即係嗰啲薑黃啊，好似有啲效果，但係好似冇咁強。但係食完生蘭呢個話咧，如果你係即係相對嚟講咧係會強啲㗎。咁另外咧，我哋講到骨頭啦嚇。其實骨頭裏邊咧，唔係全部都係骨頭，唔係全部都礦物質嚟嘅喎，唔係全部都係鈣啊、鎂啊、磷嗰啲嘢，佢都需要。骨頭裏邊都好多膠原蛋白嘅喎。咁骨頭裏邊幾多膠原蛋白咧？讀一讀。骨頭中咧就含大量嘅膠原蛋白，佔見骨內有機物質嘅90%同80%至90%，約佔骨骼總
總重量20同埋30%。作為骨骼嘅水泥同埋有機基礎，膠原蛋白主要嘅為 A 型，負責維持骨骼嘅堅韌同埋強性，防止脆性增加。佢以鈣嘅質共同作用咧，就係對骨骼健康至關重要嘅。具體嘅情形就係咁樣，骨骼結構角色咧，骨骼並非只有鈣，骨骼中有基質嘅主要成分就係膠原蛋白，佢為骨骼提供嘅柔韌性，使骨骼不易折斷。膠原類型骨骼中嘅膠原主要以一型膠原蛋白存在，佢與鈣質嘅沉積緊密相關，減少帶嚟嘅影響。隨着年齡增長，特別係女性骨膠原會流失，導致骨密度下降，從而引起骨質疏鬆同埋骨折風險上升。維持嘅方式咧就係要攝入足夠嘅鈣，維持維生素 D， 以及通過合理嘅飲食，如豆製品乳製品可以輔助骨膠原合成。膠原蛋白係人體中含量最多嘅蛋白質，不慎喺骨骼中、喺皮膚、喺肌腱中等部分含量都好高嘅。係啦係啦，其實我真係你想象下，我哋骨頭咧就好似間屋谷牆咁，或者嗰條柱咁啊，即係佢唔係淨係泥沙石頭咁簡單，佢仲有好多啲水泥噶嘛。咁水泥把啲泥沙石頭黐埋一齊，咁水泥相當於我哋膠原蛋白，咁嗰啲泥沙石頭相當於我哋鈣鎂嗰啲礦物質。所以就係即係你知，即係話呢個膠原蛋白咧，即係骨裏邊即係話嗰啲骨頭裏邊膠原蛋白，相當於嗰啲水泥啦，佢佔嗰個骨頭裏邊有嗰啲成分嘅80%至90%嘅，同埋佢佔骨頭嘅總重量20%至30%。所以其實佢係即係如果你骨頭係淨係有好多鈣，所以有啲人話長期食好多鈣，但係咧佢輕跌一跌就會斷，因為如果佢唔夠蛋白質、唔夠膠原蛋白嘅時候咧，佢就唔夠即係唔夠韌，唔夠個韌性啊，唔夠韌嚇。所以就好容易斷骨，所以就唔係淨係食鈣就夠，你一定要食翻啲蛋白質豐富嘅嘢，即係話幫助你係補充骨膠原蛋白。咁咩叫膠原蛋白咧？膠原蛋白咧係由3個氨基酸鏈構成嘅三種螺旋形成嘅高強度嘅纖維，提供咗身體嘅架構。膠原蛋白係人體中最豐富嘅蛋白質，約佔總蛋白質嘅含量30%。佢可以確保人體結締組織嘅完整性、強性同埋硬性、彈性同埋強度，從而保持皮膚、軟骨同埋骨骼嘅形態同埋功能。係啦，所以就係嗱，究竟邊度有膠原蛋白咧？嗱，膠原蛋白邊度有膠原蛋白？膠原蛋白咧中就有骨中骨啦、肉中肉啦、膚中膚啊，即係話呢度都全有膠原蛋白喺度噶啦。係啦，其實我哋全身都有膠原蛋白㗎，因為我哋人係細胞做㗎嘛，細胞同細胞可以黐得埋一齊，變一個腦出嚟，變一個骨頭出嚟，或者變個肌肉出嚟，佢就要靠膠原蛋白黐得埋，係咪？我哋皮膚咁多層，我哋有表皮層真皮層、皮下組織，佢都要靠膠原蛋白先黐得埋一齊，所以就係話其實佢係我哋點解要話骨中骨、肉中肉同埋膚中膚就咁解啦。咁醫生公司咧有個產品叫做高效膠原蛋白肽，邊個膠原蛋白肽嚟嘅？佢有啲乜嘢咁特別咧？佢就有第1型、第3型嘅膠原蛋白肽啦，話係蛋白質嘅結構構成咗強大結締組織，並組成你嘅骨骼同埋肌膚嘅結構。佢哋負責你嘅肌膚嘅彈性同埋緊實，以及骨骼嘅堅韌度。生物素咧就維生素 B7啦，讓你擁有更健康嘅皮膚、骨骼、肌肉、指甲同埋頭髮。玻尿酸咧喺我哋體內嘅扮演組織同埋關節之間個潤滑劑，讓你個骨骼、軟骨、肌腱、韌帶同埋肌膚保持緊緻嘅強韌。維生素 C 咧就幫助中和同埋自由基。係啦，所以咧，我哋呢個膠原蛋白肽咧，佢唔係淨係膠原蛋白咁簡單嗬，佢就裏邊就包含有1型、3型嘅膠原蛋白啦，同埋有維生素 B7啦，即係生物素啦，另外有玻尿酸同埋維生素 E 都有裏邊嘅，同埋個量都幾高下嘅。另外一個咧就叫做核心氨基酸啦。頭先講到我哋嗰個瞓覺啦，
我哋要產生呢個褪黑激素係咪？咁我哋要隻膠原蛋白咧，我哋製造膠原蛋白，其實佢個原材料咧都係氨基酸嚟嘅喎。咁人體咧其實有我哋需要20種唔同嘅氨基酸，其中有11種咧係可以自己製造嘅，就通過我哋食嗰啲食物咧，然之後喺身體上面再合成自己嘅氨基酸。咁但係有另外9種咧係唔可以製造嘅。咁呢啲唔可以製造氨基酸咧，就我哋叫做必需氨基酸，因為冇咗佢人唔掂㗎嘛，冇咗佢嘅話咧，我哋係唔即係唔可以生存嘅，係咪？即係因為我哋呢啲氨基酸係幫助我哋製造自己嘅，譬如我哋嘅頭髮啊、皮膚啊、指甲啊，或者我哋骨頭裏邊嘅膠原蛋白啊，我哋嘅心臟嘅肌肉蛋白啊、骨骼嗰啲骨骼蛋白啊、肌肉蛋白啊，或者我哋嘅荷爾蒙啊、酵素啊，就包括消化酵素啦、代謝酵素啦，同埋啲即係免疫球蛋白啦，全部都係用呢啲氨基酸做出嚟嘅。所以就話，如果你係即係唔夠呢啲核心氨基酸嘅話咧，基本上我哋可以講話係我啲人係會係冇命嘅嗬。咁特別係咧，即係我哋嘅肌肉，全身咧有成206塊骨頭啦，有650幾塊肌肉。咁每一嚿骨頭裏邊嘅膠原蛋白同埋每一塊肌肉裏邊嘅蛋白質咧，其實都需要氨基酸。咁呢9種氨基酸咧，就分成3類啦嗬。其中有3種咧就叫做支鏈氨基酸，就 BCAA。咁支鏈氨基酸咧，其實佢好緊要啊，而且個特別嘅配方緊要啊，佢一定需要2:1:1嘅配方，即係話咧呢個亮氨酸係2份，就配1份嘅二亮氨酸同1份嘅呢個羧氨酸，佢係咁樣配先有用嘅。如果唔係咧，佢做唔出呢個肌肉出嚟嘅，做唔出心臟出嚟嘅嚇。咁你阿 May 讀下呢個究竟呢個亮氨酸、二亮氨酸同埋呢個羧氨酸有啲咩唔同？我哋有咩好處？亮氨酸咧個功能咧就係亮氨酸係支持健康肌肉生長同恢復嘅最有效嘅氨基酸之一嚟嘅。通過激活呢個 mTOR 啊，哺乳動物濾拍酶素巴蛋白途徑嚟幫助構建蛋白質。當呢個 mTOR 呢個被激活時，佢支持細胞健康，並促進運動後肌肉修復同埋生長所需要蛋白質嘅產生。這就是為什麼亮氨酸係核心氨基酸嘅關鍵成分。二亮氨酸嘅功用咧就係喺能量產生中扮演重要角色。佢能維持穩定嘅血糖水平，確保肌肉有足夠嘅葡萄糖嚟產生能量。這對於維持肌肉功能並防止肌肉分解至關重要。咁第氨酸係咪羧氨酸喺羧氨酸係啦，羧氨酸喺運動期間同埋運動後咧，為肌肉組織提供額外嘅葡萄糖作為能量來源，支持肌肉嘅超活代謝。羧氨酸也有助於維持氨平衡，並支持肌肉修復同埋生長。係啦，咁呢3種咧，佢結合埋一齊咧，就係對於我哋嘅肌肉嘅修復啊，譬如我哋運動之後你修復，有時肌肉酸痛啊，佢幫你修復，或者啲即係話你嘅肌肉嘅生長啊、發育啊，同埋肌肉嘅流失，即係我哋慢慢年紀大嘅時候咧，其實每一日都流失緊肌肉㗎嗬，即係每日都係流失即係每一年最少咪流翻，即係10%啊。即係其實都好多下㗎，所以咧就係話特別係年紀大之後咧流失更加快啲，所以嘅話咧補充翻呢個淨氨基酸咧其實有幫助嘅。另外咧呢個核心氨基酸裏邊咧仲有另外3種，特別對於我哋嘅大腦啦、神經啊係有幫助嘅。咁即係你讀喺呢度，神經遞質嘅生成同埋大腦功能，雖然咧蛋白質通常與肌肉生長有關，但人體中嘅數千種蛋白質對肌肉生長同大腦功能都有益處嘅。某些基本氨基酸係神經遞質嘅直接前體，呢啲化學信使喺大腦同埋神經系統嘅突觸間傳遞信號，神經元之間嘅間隙。呢啲基本氨基酸和維持認知功能，而記憶注意力學習情緒方面都會發揮好作用。係啦係啦，咁呢3種氨基酸咧就包括有即係個苯丙胺酸啦、組胺酸同埋色胺酸啦。頭先我哋提到色胺酸，即係色胺酸係幫助我哋嘅即係話情緒啊、睡眠啊，係咪？色胺酸日頭嗰時就變成係嗰個血清素，夜晚嗰時變成褪黑激素，所以佢呢個就係個色胺酸啦。所以你講講呢3種氨基酸有啲咩咁特別？苯丙胺酸咧就係個功用係非基本氨基酸
酪氨酸嘅前體，可傳化為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同埋腎上腺素。呢啲化學物質與情緒調節、壓力反應和注意力都有關嘅。嗰個組氨酸咧就係喺嬰兒同埋兒童必須嘅氨基酸嚟嘅，但對大多數成年人嚟講咧，被認為係半必須嘅啫。成年人體內可以產生有限量嘅組氨酸，但係為咗滿足健康需求咧，需要額外補充組氨酸。組氨酸係組胺嘅前體。組胺係一種神經遞質，參與調節睡眠清醒周期、食慾和認知功能、組織胺同埋免疫反應中有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係喺過敏反應同埋炎症中。色氨酸咧就係浮生出血清素同埋褪黑激素嘅前體，呢兩種物質能調節情緒、睡眠同埋食慾。食用富含色氨酸嘅食物和補充品，可有助於支持健康人群情緒調節、放鬆和睡眠模式。係啦係啦，所以呢個核苷氨基酸咧，其實除咗對我哋嘅肌肉有幫助嗬，另外咧對我哋嘅大腦啊，對我哋嘅認知功能啊，即係我哋嘅記憶力啊、專注力同埋嗰個反應力啊，同埋對於我哋嘅睡眠啦、睡眠周期啦，同埋咧對於我哋嘅情緒啦、食慾咧都係幫助嘅。所以就即係話，如果你係想更加好嘅睡眠質量，想即係話更加好嘅記性，更加即係好嘅情緒，咁嘅話咧，呢個即係話呢個核苷氨基酸都係有幫助嚇。另外一個咧就係另外三種啦，就係最即係特別氨基酸，就係都係喺呢個核苷氨基酸裏邊嘅，就係佢係有特別功能嘅。咁你講下呢個三種有咩咁特別功能？最後呢三種嘅基本氨基酸係具有獨特同埋特性嘅專門嘅功能嘅，使佢哋與其他嘅6種有所唔同。與所有基本氨基酸一樣，佢哋對維持人體生理健康嘅保持係至關重要嘅。嗰個蘇氨酸嘅功能咧，就可能有助於支持免疫系統健康、皮膚同埋結締組織嘅膠原蛋白同埋彈性蛋白嘅生成。佢仲有助於肝臟中嘅脂肪代謝，維持健康嘅脂肪同埋積累嘅。甲酸氨酸咧就係甲疏酸氨酸所有疏，對於身體合成非基本氨基酸半胱氨酸嘅非常重要。半胱氨酸係谷胱甘肽嘅關鍵成分。谷胱甘肽係一種強效抗氧化成分，有助於肝臟排毒同埋脂肪代謝。離係咪離啊？係啊，離氨酸。離氨酸對蛋白質合成、膠原蛋白生成同免疫功能至關重要。核心氨基酸含有氯化離氨酸，佢係一種以氫氨酸結合嘅離氨酸形式。氯化離氨酸有助於支持健康人群嘅免疫功能同埋肌肉恢復。係啦，嗱我擺你幾幅圖擺咗喺度，即係話咧呢三種咧，蘇氨酸、甲硫氨酸同埋離氨酸，特別係針對我哋嘅免疫系統啦，包括譬如講我哋嘅咽喉啊、淋巴結啊、胸腺啊、脾臟啊，同埋嗰個盲腸啊、闌尾啊，或者我哋嘅腸胃啊、靈魂骨髓嗰啲免疫系統咧都好緊要嘅嗬，就係呢個。另外咧，對於我哋嘅皮膚啦、骨頭啦、關節咧產生呢啲膠原蛋白咧，佢都係好緊要嘅。另外，對於肝臟嘅代謝同埋肝臟嘅排毒都係好緊要嘅。所以就係話咧，呢個核苷氨基酸咧裏邊佢有即係有9種氨基酸。其中有3種就組成咗 BCAA 就支鏈氨基酸，主要係維護我哋嘅肌肉功能，即係可以預防肌肉嘅流失啊，幫佢修復肌肉啊，同埋幫維持肌肉生長發育嘅。咁另外咧有3種就嗰個嗰個苯丙氨酸啦、組氨酸同埋色氨酸啦，對於我哋嘅情緒啊、睡眠啊、即係嗰個壓力啊、認知啊、記憶力啊。即係都係好有幫助嘅。另外3種即係蘇氨酸、甲硫氨酸同埋離氨酸咧，對我哋嘅即係免疫系統啦，對我哋嘅皮膚啦，同埋我哋嘅膠原蛋白合成啦，仲有肝臟都係好緊要嘅嚇。咁呢個就係即係今日講到好多嘢啦嚇。咁即係最後就係講就總結一下，其實我哋嘅睡眠啊、代謝啊、骨骼關節咧，其實健康係息息相關。要維護呢啲咁嘅健康咧，需要一個總體嘅，即係綜合嘅。
綜合治理啦，即係飲食啦要均衡啦，另外要適當運動啦，要冥想啊，或者係即係呢個睡眠啊，都係好緊要㗎。所以今日就即係話講咗咁多嘢。阿 Joy 喺度喎，係 Joy，多謝晒阿 May。我唔使。係啦，Joy 有冇聽？係唐教授，係你好，你好，係好開心見到你上嚟啊！有冇可唔可以學到啲咩嘢啊？今日我哋講睡眠同埋骨骼健康。係啊，其實一路都跟你學噶啦，係咯，係啊，你屋企都有食，你都有食嗰啲鈣鎂 D 片啊、健樂靈啊，都有食噶係咪？嗰個咩膠原蛋白你有冇食？你有食噶嘛？膠原蛋白中國嗰個有食，同埋核生氨基酸啊，即係幾多包翻？有冇開始食啊？有冇開始飲啊？係啊，核生氨基酸太珍貴啦，我俾我老公食啊，真係好，你係幾時上班啊，因為佢做嘢辛苦，消耗大啲，係咯，而且係啊，所以就咁難得咁辛，係寄咗翻嚟，我就俾佢未到，啱啱先到，唔知佢好冇好好食。佢就即係佢平時飲水咁樣飲咯，即係放一殼咁沖啲水咁樣，即係好似我咁咧嗱，我都係咁樣枕住飲嘅啫。係啊，即係放係啊，就即係話間唔中飲幾啖，間唔中飲幾啖，因為我哋身體係唔會儲存氨基酸嘅，用咗就冇噶啦。身體唔會儲存維他命嘅，用咗就冇噶啦。佢唔會儲存嘅，所以氨基酸係咁。所以點解我哋話我哋蛋白流失咁犀利啦？即係一到唔同嘅年紀嘅時候，蛋白流失咧，其實係好緊要嗬。嗱，呢個我哋係好緊要啊，係啊。係啊，即係如果你嘅即係你唔補充嘅時候咧，就會不停咁流失蛋白質。嗱，我哋睇下呢個，即係話呢度係佢哋蛋白質流失啊。呢度講下呢個或者阿 May 做蛋白流失啊，就肌肉流失係從幾多歲開始啊？你讀下呢個阿 May，或者阿 Joy 你讀可以。阿 May 姐，我以為你轉台啊嘛。May 姐，你讀得好啊，May 姐，你轉台喎，你轉台咪讓你讀咯。阿唐教授通常都揾我嚟問答㗎，我係比較低層嗰啲，唔係，其實我講得一樣嘅代表。你又冇咁快。May 姐讀啦，May 姐。讀得好。肌肉流失咧就從30歲開始㗎啦，以每年約咧就0.5%至1%速度下降嘅。40歲後咧，每10年咧就約降咗8%啦。50歲後流失嘅速度加快，70歲後咧每10年更減少咗15%。若長期臥床啊，每10天可流失1公斤肌肉。肌肉減少會導致活動力下降，嚴重時形成肌少症。咁具體嘅肌肉流失情況以影響咧就係自然衰老啦。30至50歲咧，肌肉嘅量每年平均流失約就0.5至1%啦。衰老加速就50歲以上啦，肌肉流失嘅速度加強。70歲時肌肉量可能甚成年輕時嘅一半。性別嘅差異研究顯示，男性同女性肌肉量喺成年後平均每10年分別下降咗4.7% 同埋3.7%。肌肉下降咧就肌肉力量下降速度比肌肉最快。男性同女性咧每10年肌肉力量平均下降約14至14.5同埋11.8%。長期不動咧臥床咧極速流失每臥床10天肌肉可減少1公斤。減重期間咧若熱量赤字過大或蛋白質攝量不足咧，肌肉會成為被代謝嘅能量來源。肌少症嘅高風險信號咧就行走速度變慢低於1.0米秒厄利男生咧就34公斤，女生咧就33公斤就50至60歲更嚴重嘅嚴標準啦。咁小腳圍男性咧34公分，女性33公分行動困難咧，起身困難，擰不乾咧毛巾。如何預防肌肉流失咧？足量蛋白攝入，建議每餐攝入足夠嘅優質蛋白質。阻力訓練進行負重訓練，如舉啞鈴、拉彈力帶等。係啦，所以就係話你諗下我哋肌肉流失，所以點解即係好多時我哋點解
即係18、22嗰時候啊，皮膚 Q 彈 Q 彈啊！你你捏佢咧彈翻轉頭啊！真係，但係咧到成30歲開始流失嗰時都唔覺啊，仲係好後生，仲好靚女啊嚇！即係但係咧到50歲嘅時候，你諗下，平均一年流失0.5%至1%。如果流失0.5%嘅話，到30歲至50歲呢20年，起碼流失咗幾%啊？係咪都有10%啦？如果係一年打1%嘅話咧，咁30歲至50歲嘅時候咧，流失20%啦。所以就真係好勁嗬，所以點到50歲以上，特別係更年期以上啦，你要肌肉流失更加快啦，所以就係一定要補充翻呢啲蛋白質啊、核心氨基酸啊呢啲，因為氨基酸佢係正蛋白質嘅原材料，係一個來源嚟嘅，係咯，所以咁仲可以做翻啲激烈運動啦，所以有時我哋握下手啊，睇即係握手，你可以感覺到呢個人夠唔夠肌力啦。譬如講你可以試下啦，即係你坐喺張凳度。我要慢慢，我起身，我唔扶我就咁，我起身又坐翻落去，又起身，又坐翻落去。你可以維持幾多次？如果你可以做連續數10次、20次嘅話咧，講明你嘅大髀肌肉咧係夠力嘅。如果譬如講我起身，我要扶張凳慢慢起身先起到身嘅話咧，講明你肌力咧已經係唔夠啦。所以呢啲好簡單呢啲運動咧，都係可以幫助你係一個係測試下你嘅肌肉夠唔夠力啊，同埋係鍛鍊嘅肌力嘅。我覺得我老公嘅肌肉流失得好犀利。可能佢因為佢本身唔肥啊，我咧就唔知係咪個代謝丸嗰個代謝嗰個係啊代謝丸嗰隻可以對肌肉嘅流失有幫助。有㗎，因為佢係燃燒脂肪之後，同埋咧佢係用啲能量係補充肌肉嘅。係啊，我就覺得。相對佢嚟講，我就好多咯。但係咧，因為佢瘦，我就冇俾佢食嗰隻。咁越嚟越似老坑，就係真係鬆啊！真係啲肌肉鬆。係咯。所以我有時咧，因為我湊 BB 啊嘛，我都咪話要增肌啊，我就抱佢，我就當負重鍛鍊，唔知啱唔啱啊？但係又話人哋話抱得多會傷膝頭哥。唉。即係你抱佢緊，你都即係平時你食嘢方面咧，補充翻蛋白質豐富嘅嘢咯。因為我哋每一日蛋白質需要好多嗬，我哋平均1公斤體重咧，最少需要1.2至1.5克嘅蛋白質㗎。比如講，如果你算你係幾多公斤啊？50公斤啦，60公斤啦，係嘛？50公斤，60公斤我60公斤啊！你算你60公斤啊，60公斤乘就算你乘1.2都好，你每一天就需要最少72克嘅蛋白質。但係如果我話我想更加強壯啲嘅話咧，60公斤我要乘1.5，咁即係話咧每日需要90克嘅蛋白質。其實食唔到嘅，真係食唔到。係啊，你好難食到，因為你一個雞蛋先至得6克蛋白質。如果你除以6，我淨係食蛋嘅話，食15個蛋一日。唉，你冇可能食到嘅，所以就係咧，一定係要補充翻啲，即係話你，就算你食牛扒，咁大件牛扒，100安士嘅牛扒，先得20幾30克嘅蛋白㗎咋，佢唔係全部蛋白質嚟㗎，係啊，即係你100克嘅牛扒，佢裏邊好多有水分啊，有纖維啊，有啲其他 kitty 嘅嘢加埋埋，佢又有脂肪啊，有啲碳水化合物加埋埋，其實蛋白質唔係咁多㗎咋，係啊，你即係話一碗飯裏邊可能得個1-2克蛋白質㗎咋，好少嘅。係啊，所以而家真係呢啲科學嘅嘢唔到你唔去。係咯，如果你係真係想退化得慢啲，想個人生活質量係好啲，更加健康啲嘅話咧，補充翻啲蛋白質其實係有必要㗎嚇，真係，因為你人我就係需要咁多啦嘛，你補唔補都好，心臟不停咁跳係咪？每1分鐘跳幾多下係咪啊？你呼吸不停呼吸，你需要肌肉收縮，就算你坐住喺度啊，我肌肉都要維持我肌力㗎，係咪？係咯。係咯，所以佢都係需要蛋白質㗎，係啊，所以而家話即係除咗蛋白質，仲要氨基酸。因為氨基酸係蛋白質嘅材料嚟嘅，即係我哋點樣食蛋白質？我哋就算有蛋白粉，我唔知道啊。我老公其實我叫佢食好多蛋白粉咯。即係因為我哋食蛋白質之後咧，佢需要消化酵素，幫你把蛋白質裏邊嘅氨基酸提煉出嚟。因為蛋白質係由氨基酸組成嘅。我哋係需要把蛋白質消化咗之後變成氨基酸，跟住再吸收呢啲氨基酸去做我哋自己蛋白質，係咁解。即係我哋食嘅蛋白質唔係我哋自己蛋白質，我哋食嘅雞肉蛋白或者魚肉蛋白，個雞蛋嘅蛋白，佢嗰啲蛋白質咧，其實咧佢一定要消化嘅。
你經過腸胃嘅消化酵素消化咗之後，再轉成氨基酸，然之後咧就通過血液循環吸收咗之後咧，就去到我哋嘅肝臟啊，去到肌肉啊，變成我哋自己蛋白質。佢係咁嘅過程嚟嘅，即係話我哋唔係話我食個啖飯就變成我就變成個飯咁樣，唔係嘅，嚿肉變成嚿肉咁，其實唔係一定要消化咗，要消化咗係啦係啊，即係我哋食嘅碳水化合物，消化之後變成葡萄糖，食嘅蛋白質要消化之後變成氨基酸，食啲脂肪。有啲咩豬皮啊、牛皮啊嗰啲油，豬油、牛油或者係蔬菜油咩油都好，我哋係唔可以直接吸收㗎，佢要消化之後變成脂肪酸，變成 omega 369，我先可以吸收咗。吸收之後咧，去到身體裏邊，去到五臟六腑，先慢慢轉化成為我哋自己嘅嘢嚟嘅。係咯，所以補充翻啲。即係補充翻啲氨基酸應該係有好處。係㗎，因為你有時你消化唔夠快啊嘛，係咪？你消化唔夠快嘅話咧，你硬補充翻啲核心氨基酸嘅時候咧，你就起碼有啲材料，因為氨基酸唔需要消化，已經直接吸收㗎啦嘛，唔需要消化。係咯。所以真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真係。係啦，真係㗎，冇錯。係啊，你冇好嘅原材料，你點食都冇用。係啊，同埋佢嘅配方啊，因為佢個BCAA 嘅配方咧係2:1:1㗎，一定要呢個配方先有用嘅。因為如果你唔係2:1:1嘅話咧，佢就唔可以激活呢個 mTOR 呢個系統，就唔可以製造蛋白質，等於你白食完之後浪費晒。佢仲有啲比例，有比例㗎，佢比例係即係嗰個 BCAA 嘅比例係2:1:1㗎，一定係呢個比例先有用㗎，係啊。咁點樣去達到咁嘅比例嘅嗰個？一公司啲氨基酸已經做成咁嘅比例噶嘛，即係做嘅時候咁嘅比例啊。但係佢呢個係啊，即係你睇到配方咧。咁氨基酸同蛋白質即係朝早食一齊沖得唔得？一齊沖就好咯，一齊沖可以。或者你咪即係蛋白粉當代餐咁樣食，咁跟住氨基酸當平時飲水咁樣飲啦，可以。係啊，你要佢咁。或者你一齊溝嚟食咯，一齊沖嚟。係啊，你要佢咁精準咁做，佢好難嘅。如果佢記得放都唔錯啦，我覺得。你知本身又上班啲男嘅又冇咁咩嘅，佢冇呢啲耐性啊，去同你溝，睇下咩時候點樣食。其實唔係同你溝，係同佢自己溝啫。佢自己唔溝啊，佢咪容易甩牙啊，骨頭又要鬆啊，又駝背啊，或者係症狀佢都有㗎。係咯，皺紋又多啊。而家我就喺度諗啊，嗰個你咁得閒，你咪同佢溝晒，佢一份份溝咗俾佢，等佢自己食咯，係。哎呀，親愛嘅姐姐，你啊，我同佢而家兩地分居啊！我喺呢邊湊 BB，佢喺嗰邊上班啊。係咯。得閒歡迎你哋過嚟，請你哋去順德食飯啦！我老公而家喺順德啊。係咯。係啊，咁佢個代謝丸咧，因為佢瘦啊嘛，我都唔敢俾佢食。其實係唔係可以俾佢食啦？嚇，可以㗎，因為代謝丸唔係減肥丸嚟嘅，代謝丸係改善佢代謝。我係當佢係減肥丸嘅，我覺得。佢唔係㗎，佢唔係減肥丸嚟嘅，佢係幫即係改善個代謝，令你嘅血糖啊、你膽固醇啊、血壓更加正常。佢係調節個血糖、血壓同膽固醇嘅。咁㗎？佢唔係減肥丸嚟嘅，佢係幫助你燃燒多餘嘅脂肪。即係肝臟好多餘嘅脂肪啊，皮下好多餘嘅脂肪，即係嗰啲壞脂肪，佢幫你燒咗佢，燃燒咗佢之後咧，就把呢啲能量轉化成為我哋身體製造蛋白質肌肉需要嗰啲能量。咁係啦。我哋心臟跳動需要能量噶嘛，呼吸需要能量噶嘛，佢咪燃燒嗰啲脂肪，攞嗰啲燃燒脂肪產生嘅能量嚟維持你嘅正常功能咯，係咁解啫嘛。明白。係可以食噶，唔係減肥丸嚟噶，佢係幫助係即係燃燒脂肪，但係佢幫助調節個代謝，係咯。我係當佢減肥丸，我覺得好好，又唔使節食，又唔使運動。因為佢幫助你係，即係話佢係幫助你係減除咗多餘嘅脂肪，另外咧佢係幫助你改善個代謝嘅話，你嘅消化功能又好咗啦，吸收功能又好咗，變成就有翻啲肌肉咯，有翻啲 muscle。係啊，所以我覺得相對嚟講，不過我又生過佢，我冇佢咁
衰老得咁快，可能做嘢有壓力啦。一個係咯，仲有一個其實真係我哋每日即係肌肉流失啊嘛。你睇下，一過咗30歲就開始流失啦，係咪？30歲每日流失，即係每一年就0.5%至1%。一過咗50歲嘅話咧，就更加快喎，係咪？你每年可以流失1%至2%喎，係咪？即係10年都少咗15%咯，係咪先？係咯。一到70歲嘅10年都少咗20幾咯。其實真係可能真係要食到足夠量，食唔夠量就冇用啊！真係。係啊，同埋佢平時飲食都要注意，食翻多啲蛋白豐富嘅嘢啦，食啲雞啊、肉啊、蛋啊、魚啊，食翻啲同埋補充翻蛋白粉咯。即係話你食物補充加上啲營養補充品，好似比如講蛋白粉咁樣，我哋呢邊一份蛋白粉係20克噶嘛。咁譬如我食一餐蛋白粉，我有20克。如果我再加個乳酸蛋白嘅話，一份就有25克。咁所以如果我食嗰個蛋白粉嗰時，我又再加翻啲乳酸蛋白粉嘅話，我食一餐就已經有45克啦。係咯，咁樣就應該係比較好嘅一個補充啦。係啊，咁變到你咪即係話你起碼流失得慢啲啊嘛。你一邊流失一邊補充，流失得慢啲啊，係咪？係啊，延緩衰老。係啊，真係啊，係啊，即係最緊要係佢係個大腦關節唔打結咯。係你講有啲問題。方唔方便問個問題啊？阻唔阻大家？你講。好似你嗰邊有啲嘢，我琴日瞓下覺啊，突然間個心口痛喎，哇嚇死我！因為我哋呢邊咪有個好後生嘅一個網紅，41歲就死咗，跟住就話佢真係時不時就會心口痛啊。我喺度諗，我食營養素嘅喎，應該唔會。即係因為營養素咧，佢又唔係仙丹嚟嘅，即係心口痛其實所謂中醫講痛，即係唔通啦。你唔通嘅原因好多噶嘛？你譬如講你唔夠水分啦，係咪？因為我哋身體裏邊70%係水嚟噶嘛。係唔夠水分啦！我琴日都喺度諗，我琴日食咗營養素之後，湊 BB 去翻學就冇飲咩水啊。係啊，一定要飲水啊！即係你唔夠水分，即係呢個最關鍵嘅。係啊。哎呀，係咁就好咯，唔係啊，其他冇同咪食心臟寶咯，食呢個。我有食㗎，我日日都有食啦，食魚油咯，呢幾樣咪可以保護你嘅心臟啊嘛，驚得咁多。飲翻多啲水。我都有食㗎，阿姐。但唔可能有啲咁仲使咩驚啊？係有食就唔使驚，OK。係咯，我就話點解會痛嘅，真係奇怪。你就係有時係可能唔夠水分啊，都話你可能即係飲水都少都會嘅，係阿唐教授講啦，可能真係飲水少，琴晚，所以一定要飲夠水啊。其實一日要飲1.5升啊，係嘛？唔止㗎，即係你1公斤係，即係話你即係最少啦，1公斤係最少係30即係30毫升至40毫升最少。1公斤30毫升啊？係啊，嗱，如果你係你60公斤嘅話，你乘以30，你都要1000，即係話唔係，即係60公斤乘以1安士，1安士30毫升啦，係啊，你1.8升啊，最少1.8升。係啊，1.8升呢個係維持最基本嘅喎。飲水呢個係最基本嘅喎，即係話就係維持基本嘅心跳同呼吸嘅啫喎。但係如果你譬如講你有運動啊，你有出啲汗嘅話咧，你最少要去到40毫升啊，1公斤40毫升，即係你60公斤乘以40毫升嘅話咧，你要去到2.4升啊！哇！天啊！即係因為我哋人會有根魚缸咁啊嘛，你根魚缸裏面冇水，個魚咪會死真係。係啊，我記得你都話過食咗營養素就盡量多飲啲水。其實有時真係冇做到嘅，真係嘥咗。即係你咪攞住杯水，總之就間唔中咪飲一啖，間唔中咪飲半杯咁咯。呢啲真係好習慣。係啊，我成日長期都放住喺度㗎，咁間唔中我飲就飲啲㗎啦，我又係。你呢個有顏色嘅入邊有乜嘢啊？氨基酸。氨基酸啊嘛。以前就記得你係發 Booster C。Booster C 啦，係啊，你可以溝埋一齊嘅 Booster C 啊，氨基酸同埋嗰啲膠原蛋白肽一齊溝都可以嘅。哎呀，膠原蛋白肽嗱聲飲，溝埋一齊。太多嘢啦，太多嘢啦。所以你咪溝埋一齊飲咯，唔使飲咁多種，你溝埋一齊，溝埋啊嘛。記都唔記得啊？同埋你嗰個代，即係嗰個暢活代謝啦。如果你覺得心口唔舒服嘅話咧，嗰個暢活嗰個代謝品啊，嗰啲通微循環㗎，通微生活管㗎。
哎呀，嗰隻好耐冇食啦，嗰隻買。你記住要忍咧，嗰個買翻嚟你唔忍，個通毛絲血管㗎，對眼睛嘅血管啊，眼嘅毛絲血管啊，對視力又好啦。咁你皮膚啲毛絲血管對皮膚又好啦，係咪先？咁你唉，真係對就係啦，好背咁多，都自己都唔記得就係啦，啦。你咁多啫。係啊係啊係啊，係咯，你有係啊，啊食咗佢都唔好嘥咗啦，係咪先？啊，嗯嗯，好嗯，嘅好嘅好嘅，多謝童教授， OK，多謝阿 May 記住飲水，姐啊。記住飲水，好啦，多謝多阿謝。 May 姐，阿 May 姐而家食嗰個鈣片點樣樣啊？仲痛唔痛啊？好啲未啊？我冇食鈣片啦，停咗啦。停咗啦，咁仲有冇事啊？冇事啊，係嘛？梗係有事咧，而家仲喺度自己自救緊，仲未救掂自己啊！哦，嗯，阿 May 其姐真係實我哋嘅鈣咧，鈣係唔每個可以人嘅個體唔一樣係啊嚇，所以阿係啊係啊，May 姐又係呢方面嘅榜樣嚟嘅。佢覺得冇咩樣啊！而家但係啊，佢唔會放棄，幾好。係啊，好辯證咯，我覺得 May 姐係有智慧嘅人。又係冇智慧，而家喺度做試驗品，哎呀，真係啊！唉，啊人體好啊神，係啊，真嗯係，所以唐教授呢啲知識啊，同我哋日日講，我哋都記唔住。誒，其實要即係不停咁樣去重複啦，好即係炒冷飯咁樣炒啦，呢啲都炒過啦已經，不過再攞出嚟再炒佢。其實真係好感動嘅，唐教授數幾多年如一日，哎呀，孜孜不倦咁，真係好難得啊！不過即係主要係啊，係我自己又中意呢樣嘢，真嘅，真係如果我唔中意嘅話，都冇人會強迫我去做到呢樣嘢，係咪先？唔係，其實係啊，嗰日我哋先喺度講一個人做嘢，如果係冇情懷嘅話，即係係啊，佢好難堅持，好難係啊，堅持。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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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最緊要係所以一定係你真係要中意佢，中意，係啊，你真係中你意，中意，而且佢嗯，係真係有意義嘅，係咯，係咯，值得你付出，你就可係啊，以不斷咁樣去做。係啊，係啊，係啊，向你學習嚇，向你學多習。謝大家互相學習，互相學習，OK 啊，係咯，咁啊，好多謝。下個禮拜四咧，我就會喺Montreal 參加加拿大有個30週年嘅慶典，所以下個禮拜四咧，我哋可能我就唔開個 Zoom meeting，咁啊再下個禮拜翻嚟先至再開咯，係。係咯，下個禮拜四我哋加拿大係越生人加拿大係30週年啊嘛，30年，都係見一年你一世人係元老，一世人冇見恭喜恭喜！30年㗎，係啊，冇啊冇啊係冇啊，真係哦，真係放假啦，OK，咁好啦，咁下個禮拜四放假一次，係咯。放假。咩啫？咩啫？老哥上班。